自2024年8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开工建造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第3章第10到17节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。这个所在早前是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，上主捌伫遮对所罗门的老爸大卫显现，所以大卫决定要伫遮起圣殿。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初2开始动工。所罗门要起的上帝的殿的地基长27公尺，宽9公尺。殿前的走廊宽9公尺，甲殿边宽54公尺，内面搭纯金。大殿的壁用双树板嵌，用纯金搭，顶面刻藻树甲莲仔。迄间殿阁用宝石甲巴瓦音的金装饰。殿包括殿的梁、护顶、墙壁、门线，拢用金搭，壁顶刻天使基路伯。阁起至圣所，长9公尺，宽甲圣殿的宽相同9公尺，拢搭纯金，金的重量20公吨。金顶仔重570公克，顶面的部分嘛拢搭金。至圣所的内面雕刻一对天使基路伯，外面包金。两个基路伯的膝拢总大约9公尺。第一个基路伯一边的膝拄着这边的壁，第二个一边的膝拄着迄边的壁。因另外两支膝伫殿的中央三角，每一支膝长2公尺20公分。这两个基路伯踢开膝，拢总约9公尺，因的骹徛伫明暗入口。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幼麻布做场，绣基路伯伫迄顶面。所罗门王伫殿前做2支条，悬15公尺半，每一支条的条斗悬2公尺20公分。搁做莲仔安伫条斗，搁做石榴100粒安伫莲仔顶。迄2支条插伫殿前，一支伫正边，一支伫倒边。正边迄支叫做雅君，倒边迄支叫做波阿斯。开工建造，人心中有一种渴求，会因为一个价值的催促，甲梦想化成行动，将心中描画的蓝图化作实体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所罗门为上主的圣殿正式开工。关系圣殿的地点，历代志下卷第3章第1节出现3种技术：耶路撒冷、摩利亚山、阿罗那的拍卖场。耶路撒冷是当当时的首都，所以圣殿建造伫这所在。摩利亚山是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点。后来上帝准备羊羔代替以撒，也花以勒上帝要准备。圣殿是人献祭予上帝所在，也是上帝为人准备恩典的地方。若是阿罗那的拍卖场，大卫因为点算人口犯罪，上帝降灾以色列执行杀灭
任务的天使伫阿罗那的拍卖场的时，上帝改变心意，所以大卫按照计数往阿罗那买着拍卖场含牛，起坛献祭予上帝，再好就煞。圣殿的地点充满过去人甲上帝之间互动的故事历史。现在人也会当来到圣殿，伫教会，伫上帝面前认罪、献礼物，甲上帝重新和好。关系将来的愿望，呈现伫圣殿入口的两支铜条。这两支铜条有特别的名，一支叫做阿君，意思是伊要建立；另外一支叫波阿斯，意思是伊大有能力。这两支铜条插入伫圣殿的头面前，拄符合建造圣殿的目的。铜条的名称也提醒前来圣殿敬拜的人，上帝有能力建立伊所要建立的，毋是靠人的聪明来成就伊的计划。后来犹太的君王登基的时，会徛踮其中的一支条仔边，就抓愿意遵守甲上帝所立的圣约。圣殿开工的时间是所罗门做王的第4年2月，这是春天来到的季节，雨季拄好结束。所有的开工拢是串联过去、现在甲将来。开工是一个新的突破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早时圣殿的开工安尼，今仔日咱的开工也是安尼。过去咱可能累积真侪的经验和能力，上重要的是想法的突破。现在咱对现有资源的中间做选择，努力朝向一个值得愿望的美好未来在前进。开工是一个突破性的举动，开工连接咱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我入来一位兄弟，高中的时就缀着已经信主的阿姊去教会。对一个高中生来讲，这是伊人生的新的突破，也通讲是伊人生的开工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伊无爱人生只是现在安尼，伊心中较无一个更较水的境界，搁因为看见这个更较美好的境界，就开工热切去追求。我想每一个人拢会当互心灵的圣殿开工，互圣殿建造伫心里。当人接受耶稣基督，伊毋仅内心会产生更较深的渴望，也会开工，互家己投入更较大的事。默想。最近我有为甚物代志开工，迄是建设伫过去的倒一个基础，想行往安怎的未来。最近我有为甚物代志开工，迄是建设伫过去的倒一个基础，想行往安怎的未来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我的上帝，我为过去感谢。为着未来而乐，今仔日伫我微细的呼吸声，我有新生命拄伫开工。就伫此时此刻，你串联我的过去甲未来，何等的感谢！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